各位男性朋友們，你是否曾經歷過這樣令人困的時刻？明明感受到了巔峰的快感，卻發現什麼都沒有流出來。那種空虛、尷尬的感覺，是否讓你在那一瞬間懷疑自己作為男人的價值？你腦海中閃過的念頭是不是只有一個？我是不是完了？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這種無法對任何人啟齒的痛苦，只能一個人默默承受。你可能安慰自己說，這是歲月的必然，是年紀大了的正常現象。但今天，我要以行醫40年的經驗，非常明確地告訴你，這絕對不是單純的老化現象，這是你的前列腺和生殖系統向你發出的最後警告。如果你繼續忽視，你的男性功能可能會永遠熄滅，甚至危及你的生命。我在臨床上見過太多這樣的案例，超過30位患者因為忽略了這個信號，最終發展成前列腺癌、心肌梗塞，甚至中風，才在病床上追悔莫及。這絕對不是可以輕視的小問題。但請你不要絕望，因為今天你看到了這個視頻，就證明你還有機會。只要你認真實踐我今天要教你的方法，最快1週之內，你就能親眼見證身體的改變。你會重新感受到那種充盈、飽滿的釋放感，就像年輕時那樣暢快淋漓。現在，選擇權在你手中。你是要繼續忽視身體的警告，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男性功能逐漸消失，還是從今天開始行動，重新找回失去的青春活力？我是李荷仙，一位在首爾江南地區行醫40年的中西醫結合婦科及男科專家。40年來，我幫助過數千名男性走出難以啟齒的困境，重建他們崩塌的自尊心。今天，我不會推薦你任何昂貴的藥物或可疑的保健品。我要傳授給你的，是3個融合中醫智慧與現代醫學的簡單習慣，它們能讓你乾涸的泉源重新充盈，找回失去的自信。請給我20分鐘的時間，專心聽完我的講解。聽完之後，你將不再需要在夜晚的枕邊人面前感到渺小，你會重新成為一個堂堂正正、充滿自信的男人。但如果你現在離開，不聽完這個視頻，你可能會在未來的日子裏，永遠活在對妻子的愧疚和對自己的失望之中。讓我先跟你分享一個最近發生的荒謬案例。前幾個月，有位患者來找我，他驕傲地告訴我，為了恢復男性功能，他煮了10條蛇來喝，甚至還喝了活生生的血。他以為這樣做就能重振雄風。當我聽到這些，我當場就嚴厲地斥責他：你瘋了嗎？你這樣下去，不但不會好轉，反而會把肝臟都毀掉。這種迷信的做法早就過時了。那位患者當下臉色發白，羞愧地低下了頭。但我必須說，無知比任何疾病都更危險。真正能拯救你身體的智慧，不在那些荒誕的偏方裏，而在科學和傳統醫學的結合之中。今天我要教你的方法，就是這種真正的智慧。它不需要花1分錢，
沒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從今天開始你就可以實踐。這是經過臨床驗證，最安全、最有效的自然療法。只要你認真執行這一個方法，不僅你的身體會改變，連你們夫妻之間的關係都會煥然一新。你會重新體會到充滿愛意的夜晚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好，現在讓我們開始。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說中了你的心聲，請在評論區留下數字1。你的勇敢表態可能會成為此刻正在黑暗中獨自絕望的其他男性的一線希望之光。現在，讓我跟你講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是幾個月前，一位68歲退休校長的經歷。他一生正直、嚴謹，深受無數學生的尊敬，向來以自己的健康和品格為傲。然而，幾個月前開始出現的身體變化，徹底擊潰了他堅強的自尊心。那天，他坐在我的診所裏，聲音顫抖着，好不容易才開口。那個曾經在講台上聲如洪鐘的校長，此刻卻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低着頭，小聲地說：李醫師，我出問題了。夫妻生活的時候，我明明有感覺，就像以前一樣有快感，但是什麼都沒有出來。一開始我以為是太累了，就沒放在心上，但這種情況發生了2次、3次之後，我全身都冒出冷汗。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空空的罐子，裏面什麼都沒有了。他接着說的話更讓人心痛，他的聲音變得更小，肩膀也垮了下來。最難受的是我妻子的眼神。每次結束之後，他看我的眼光，就像在看一個可憐的人。雖然他什麼都沒說，但那種憐憫的眼神像刀子一樣刺進我的心臟。我知道他在想：你真的完了。那個一輩子用尊敬眼光看我的人，現在卻用這種眼神看我。我根本不敢直視他。從那天起，他變得害怕碰觸妻子的身體。每當妻子想要親密的時候，他就故意看電視看到很晚，或者假裝在書房看書，盡可能迴避上床時間。他說，他在黑暗的房間裏盯着天花板，無聲地哭過不止一次。與其再次面對那種空虛的時刻，與其再次看到妻子那憐憫的眼神，還不如逃避。你是否在這位校長的故事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你是否也因為害怕妻子的眼神而逃避親密關係，獨自承受着失去男性自信的痛苦？這位校長為了解決問題，在網路上搜尋了各種資訊，買了一堆營養品，甚至煮了一些來路不明的草藥來喝，但完全沒有效果，反而讓胃更不舒服，身體更疲倦。他幾乎已經放棄了，眼神中充滿了深深的絕望。他覺得自己作為男人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我直視着他疲憊的雙眼，堅定地對他說：先生，請抬起頭來。你的男性功能還沒有結束，只是你身體裏那座運轉了幾十年的重要工廠，零件有些老舊，需要潤或保養罷了。真正的問題不是你的精力變弱了，
而是製造精力的工廠本身正在停擺。校長困惑地看着我，你意思製造精力的工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不就是體力衰退嗎？他的語氣中帶着知識分子的理性懷疑。這是很正常的反應。大部分人都把這個問題簡單理解為精力衰退這個籠統的說法。我握着他的手，認真地說：先生，我們身體製造精液的過程，就像一座大型的果汁工廠。睾丸就像果園，生產精子這種新鮮水果，然後這些水果會被送到精囊和前列腺這兩個大型攪拌機裏，混合各種營養成分，最終製成我們所知道的精液這種果汁。現在你的問題不是果園的水果不夠，而是這兩台攪拌機故障了，停擺了。再好的水果，如果攪拌機不轉，也做不出果汁，對吧？我向他承諾，不會給他開昂貴的藥物或建議手術，而是要教他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能夠重新啟動他身體裏這座停擺的果汁工廠。不需要花錢，也不需要特別的努力，只需要每天睡前投資10分鐘就夠了。他仍然半信半疑。你意思真的有這麼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這麼嚴重的問題嗎？我之前吃了那麼多藥都沒用。我微笑着說：先生，真正的名醫不是我，而是沉睡在你體內的偉大醫生。我只是引導那位醫生重新開始工作的人。請相信我，只要堅持1個月，把它當作給停擺的工廠上油保養。1個月後，如果還是沒有任何改變，那時候我會負責為你安排其他治療方案。這是我行醫40年來，從數千名患者身上總結出的獨門秘訣，其他醫院絕對不會告訴你。那麼，究竟是什麼方法終結了這位校長幾十年來在乾涸夜晚中的痛苦呢？稍後我會毫無保留地公開這個秘密，這是花錢也難以聽到的方法。請不要離開，因為接下來才是今天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如果你錯過了，你可能會後悔一輩子。現在，讓我為你揭開導致你男性功能枯竭的真正元兇。許多醫生會把這個問題簡單歸咎於老化現象，然後開一些男性荷爾蒙針劑了事。但請記住，你的全員乾涸的真正原因，不是單純的荷爾蒙不足，而是你骨盆深處那條被堵塞的血液之河。沒錯，就是血液循環。這聽起來似乎太理所當然了，但所有問題的答案就藏在這個看似平凡的事實裏。我剛才把精液的製造過程比喻為果汁工廠，而精囊和前列腺就是工廠的心臟，兩台核心攪拌機。那麼，要讓工廠運轉，需要什麼呢？電力。在我們身體裏，扮演電力角色的就是血液。血液攜帶着氧氣和營養，流經我們全身各個角落，提供能量。但是隨着年齡增長，運動不足，尤其是長時間久坐的習慣，會發生什麼事？位於身體最下方的骨盆區域血管會堵塞，就像老舊的水管生鏽，堆積雜質，水流變得細微緩慢。
電力供應不順的工廠，怎麼可能正常運轉？絕對不可能。精囊和前列腺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應，功能就會急劇下降。攪拌機的馬達失去動力，轉不動了。當然，製造出來的精液量就會減少，嚴重的話甚至完全製造不出來。換句話說，問題不是荷爾蒙這個燃料不夠，而是燃燒燃料產生能量所需的電力被切斷了。這讓我想起前陣子在學術會議上遇到的一位世界級男性腦化學權威，延世大學名譽教授崔振石博士。他畢生研究男性骨盆健康與血流的關係。我和他簡短交談時，他說的話讓我既震驚又茅塞頓開。李醫師，我們往往把乾性高潮只視為性功能問題，這是非常危險且狹隘的觀點。這不僅僅是性的問題，骨盆血流受阻，意味着不只是前列腺，連通往心臟和大腦的血管都可能同時在堵塞。這是全身血管疾病的強烈信號。根據我們研究團隊最近發表的論文，經歷乾性高潮的男性，心肌梗塞或中風的發病風險，比沒有這種症狀的男性高出2倍以上。忽視這個信號並放任不管，就像拿着定時炸彈衝進火場一樣危險。你必須向患者明確警告，乾涸的射精是你的生命正在乾涸的求救信號。他說得完全正確。現在你明白了嗎？乾性高潮不只是夫妻生活的問題，它是你體內最重要的生命線，血管正在堵塞的警告，是你的心臟和大腦正處於危險之中的最強烈信號。那麼從現在開始，我要告訴你如何解決所有這些根本原因，如何暢通你堵塞的骨盆血管，如何重新啟動你停擺的果汁工廠。這是我以40年臨床經驗完善的最安全、最確實的自然療法。這是指在今天的視頻中特別公開的內容，請一個字都不要錯過。當你想到對精力有益的食物時，可能會想到鰻魚、牡、覆盆子這類食物，它們確實是好食物。但我剛才說過什麼？電力供應中斷的工廠裏，堆再多好材料有什麼用？必須先接通電力，首先需要採取強力措施，疏通堵塞的血管。我今天要教你的，能疏通堵塞血管、填滿乾涸泉源的奇蹟解決方案，就是骨盆抽吸運動。沒錯，就是骨盆抽吸運動。這個名字聽起來可能有點陌生，但請不要擔心。只是名字聽起來誇張而已，其實是任何人現在馬上躺在床上都能跟着做的非常簡單的動作，簡單到你可能會懷疑，就這樣真的有效嗎？但當你知道這個簡單動作中隱藏着多麼強大的力量，能夠改變你餘生的時候，你一定會大吃一驚。這是我收費私下傳授的特級秘訣，但今天因為是視頻，所以特別公開。我們身體的骨盆是無數血管和神經通過的重要交通樞紐，特別是男性的前列腺和精囊，位於骨盆最深處。骨盆抽吸運動的原理，就是直接活動骨盆最深層的肌肉，骨盆底肌，就像心臟泵血一樣，
將血液強力地泵送到整個骨盆。如果每天睡前只做5分鐘這個運動會怎樣？這個強力的泵送會暢通幾十年來堵塞在骨盆深處的微血管，新鮮的血液嘩啦嘩啦地湧入，因為得不到氧氣和營養供應而萎縮的前列腺和精囊會重新恢復活力。停擺的果汁工廠攪拌機開始轉動，自然而然，精液會重新生成，乾涸的泉源會充滿生命之水。但不是隨便扭動臀部就會有效果。我認識一位患者，在我教他這個運動之後，他居然像在健身房舉重一樣，全身用力地把臀部抬上抬下，結果腰部拉傷，好幾天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絕對不能那樣做。有一個能讓骨盆抽吸運動效果提升10倍、20倍的黃金秘訣，還有搭配這個運動，能讓你的前列腺恢復到20歲年輕人般健康的另外2個生活習慣。具體的方法和訣竅，我馬上會在下一個部分非常詳細地教你，詳細到你閉着眼睛都能跟着做。好，終於到了約定的時刻。從現在開始，我要像1對1私人教學一樣，非常詳細地教你能改變人生、暢通堵塞骨盆血管的3個奇蹟實踐法。我現在要教你的方法，是經過數十年臨床驗證的黃金說明書。請暫時放下其他念頭，只專注在我的聲音上，照着做就可以了。今晚，你將以完全不同的男人身份重生。第一個奇蹟，骨盆抽吸運動的正確方法。這不是單純的肌力運動，而是喚醒身體最深處、生命根源的神聖儀式。第一，以最舒適的姿勢躺下。晚上做完所有事情，上床睡覺之前的時間最好，不是硬邦邦的地板，而是在柔軟的床上做。平躺，膝蓋立起，雙腳張開與肩同寬，舒適地貼在床上，雙臂手心朝下，自然放在身體兩側。就像安靜地躺在湖邊仰望天空的心情，放鬆全身的緊張。第二，吐氣的同時抬起臀部，這是最重要的時刻，絕對不是用腰的力量猛地抬起來，只用緊縮肛門的力量，也就是憋尿時使用的那塊肌肉的力量，慢慢抬起臀部。就像有人在臀部下方綁了一條線，輕柔地向天空拉起的感覺，抬到從肩膀到膝蓋呈一直線就夠了。第三，憋氣撐住10秒，在臀部抬到最高點時，憋住呼吸，數到10。這時候肛門要持續保持緊縮狀態。這段時間就是血液強力泵送到骨盆深處的黃金時間。在心裏慢慢數1、2、3，感受骨盆內新的生命之河開始流動。第四，吸氣的同時慢慢放下，絕對不能咚地摔下來，要感受脊椎骨一節一節按順序接觸床面，像羽毛一樣輕輕地降下來。整個過程只要重複10次就夠了。一開始可能會覺得吃力，但習慣之後可以慢慢增加次數。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準確的刺激和持之以恆。第二個奇蹟，溫暖河流的抱月法。如果說骨盆抽吸運動像鑽頭一樣打通堵塞的血管，
這個方法就像拓寬疏通的血管，讓溫暖的血液流動得更順暢。就是坐月。方法非常簡單，準備大約40度的溫水，和澡堂溫水池差不多的溫度，然後把臀部整個浸泡進去，舒適地坐5到10分鐘就可以了。這時候不要呆呆地坐着，把剛才學的骨盆抽吸運動的核心、緊縮肛門一起做，效果會加倍。在溫水中緊縮肛門5秒，再放鬆5秒，反覆進行。溫暖的水會柔和地擴張血管，緊縮肛門的動作會促進血液循環，讓效果達到最大化。第3個奇蹟，生命種子3劍客的攝取。既然重新啟動了工廠，現在要供應好的原料，請務必攝取對精液原料和前列腺健康不可或缺的3種營養素。第一是新之王牡，新是幫助男性荷爾蒙生成、提高精子活動力的最重要礦物質。第二是血管清道夫、核桃等堅果類，堅果類豐富的精氨酸成分會擴張血管，讓血液循環更順暢。第三是前列腺守護者番茄，讓番茄呈現紅色的茄紅素成分，是預防前列腺癌最強力的抗氧化物質。特別是番茄用油炒熟後吃，吸收率會提高5倍以上，所以養成用橄欖油稍微炒一下再吃的習慣吧。堅持攝取這3種生命種子，就是最好的補藥。好，到目前為止我們學了填滿乾涸泉源的3個奇蹟方法，但就算我把方法講得這麼具體，還是有人會按照自己的想法亂做，結果出問題。現在我要說的是，為了跨越心理障礙，讓今天學到的方法真正發揮效果，你必須遵守的幾個非常重要的智慧。首先遇到的障礙就是過猶不及的貪心，這不是做得又快又多就好。你的身體是經過幾十年慢慢變弱的，想在幾天內逆轉那些歲月，是愚蠢的貪心。我叫他做10次骨盆抽吸運動，有位患者第一天就做了100多次，隔天臀部肌肉痛到無法走路，跑來向我抱怨。還有人聽說番茄好，3餐都只吃番茄不吃飯，結果胃痛到要上醫院。絕對不能那樣做，任何事情開始要輕鬆，然後要持之以恆，讓身體能愉快接受的程度，然後每天不間斷的誠實態度，才是創造奇蹟的鑰匙。第二個障礙是3分鐘熱度的放棄。剛開始幾天很認真做，但看不到明顯變化，就馬上意興闌珊的人很多。果然沒效，白做了，然後輕易放棄。我要斷然地說，我們的身體認知變化並做出反應，至少需要3週，也就是21天的時間。這是大腦接受新習慣、身體系統開始改變的最短時間。所以請把命豁出去，試試看3週。一開始可能感覺不到任何變化，但某天早上你會突然察覺，親密關係之後感受到和以前不一樣的充實感。那刺激的成功經驗會讓你繼續前進。第3個障礙是妻子的眼光，這個最近的阻礙。男性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最害怕的就是妻子的眼光。
如果他不再把我當男人看怎麼辦？這種恐懼。如果他可憐我怎麼辦？這種自尊心，讓他們無法把問題說出口，只能獨自煎熬。但我在諮商無數對夫妻後，領悟到一件事：妻子們真正想要的，不是丈夫完美的性功能，妻子們真正想要的，是丈夫不逃避自己的問題，而是努力一起克服的那個身影本身。請鼓起勇氣，對妻子坦白地說：老婆，我最近身體不像以前了，我對你感到抱歉，我自己也很沮喪，但我不想就這樣放棄。從今天開始，我要努力找回健康。如果你能在旁邊為我加油，對我會是很大的力量。你那誠實的告白和勇敢的努力，會把妻子心中的失望轉變為尊敬和愛。妻子會成為你最優秀的治療師和最可靠的後援。你以為我今天教你的這3個方法，只對增加精液量有效嗎？大錯特錯！我們的身體是有機地連結在一起的，一旦解決了骨盆血液循環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全身就會發生你意想不到的驚人連鎖反應。還記得一開始提到的那位退休校長嗎？前陣子他和妻子一起來找我，臉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和之前陰森的樣子判若兩人。他害羞地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是他們夫妻倆去西班牙聖地亞哥朝聖之路的照片。他對我說：李醫師，一開始我以為只要乾涸的泉源重新充滿就是奇蹟了，但真正的奇蹟是在那之後發生的。身體有了自信，對世界上所有事情都重新產生了動力。和妻子一起走的晨間散步變得愉快，和朋友見面也充滿期待。這趟朝聖之路，要是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李醫師不只讓我的身體，更讓我整個人生重新行走起來。他的妻子靜靜地補充：李醫師，其實我擔心的不是他的身體，而是他的心。看着他漸漸失去話語、失去笑容的樣子，我心裏很痛。但最近他又會開玩笑了，看我的眼神裏又充滿了愛。你讓我們找回了新婚時期的感覺，真的非常感謝。另一個案例是一位長期受慢性前列腺炎所苦的64歲男性，他除了乾性高潮的問題，還一直覺得下腹沉重，小便後不舒暢。我在其他藥物治療之外，建議他每天實踐今天教你們的3個方法，改善骨盆血液循環，對緩解前列腺發炎非常重要。3個月後，他來找我說：李醫師，真的很神奇，纏繞我的前列腺炎疼痛減輕了一半以上，小便也順暢多了，而且堵塞的泉源也開始重新湧出。李醫師教我的方法，對我來說比價值100萬的治療還有效。就像這樣，今天我教你的方法不只是針對一個症狀。骨盆血液循環改善後，前列腺會變健康，膀胱會變強壯，連腰痛都可能好轉。不要說我不行就放棄，你的身體擁有比你想象中更偉大的恢復力。從今天開始，請送給你的身體健康的習慣。
好，我們已經快到終點了，但我必須告訴你，超越單純身體功能恢復，這些簡單習慣如何能改變你整個人生的更大藍圖，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這不只是找回男性功能層次的話題，這是關於如何讓你餘生更健康、更有自信、更幸福的最根本原理。我現在要再告訴你一個驚人的秘密：骨盆抽吸運動不只是改善骨盆血流而已，它能讓你的心臟變強壯，活化大腦功能，甚至提高生活滿意度，有着令人驚訝的效果。第一，你的心臟會變年輕。我剛才引用崔振石博士的話，警告過你，骨盆血流堵塞是全身血管疾病的信號。反過來想呢？透過骨盆抽吸運動促進骨盆血液循環，就像從身體最下方用力將血液推向心臟一樣，這會減輕心臟負擔，讓整個血液循環系統更順暢。實際上有無數研究結果顯示，持續的骨盆運動有助於降低血壓，預防心血管疾病。你現在不只是在守護性功能，更是在守護與生命直接相關的心臟健康。第二，你的大腦會甦醒。我們身體所有器官都必須透過血液獲得氧氣和營養，才能正常運作。大腦也不例外。全身血液循環變好，當然流向大腦的血流量也會增加。新鮮的血液充足供應到大腦會怎樣？記憶力變好，集中力提升，頭腦變清晰。很多人隨着年紀增長，經常忙東忙西，覺得頭腦沉重。用今天教你的方法改善血液循環，就像供應大腦最好的營養劑一樣。第三，你的人生會充滿活力。男性荷爾蒙，也就是睾固酮，不只涉及性功能，它是製造我們身體活力、自信、挑戰精神的青春荷爾蒙。骨盆血液循環變好，前列腺和睾丸功能活化後，男性荷爾蒙的分泌也會自然促進，身體充滿活力，早上起床變得愉快，對任何事都能保持積極正面的態度。你會擺脫無精打采躺在沙發上只看電視的樣子，重新湧現想學新東西、想見人、想享受人生的動力。現在看到全貌了嗎？填滿乾涸泉源的這個小小努力，最終會讓你的心臟、大腦，甚至你的精神都變健康，是一個偉大的起點。這不是找回身為男人的自尊心這一件事，而是找回你整個人生。謝謝你長時間聽我說話。我今天告訴了你，不用藥，不用錢，只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小習慣，就能填滿乾涸泉源，找回失去的男性功能的秘訣。最後，我要告訴你完成所有這些努力效果的最後秘密，這比任何秘訣、任何訓練都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名為自信的荷爾蒙。我們的大腦擁有比我們想象中更強大的力量。當你想着我老了，我不行了，把自己標籤為失敗者的瞬間，我們的大腦真的會把身體變成失敗者。對性刺激反應遲鈍，血管收縮，抑制荷爾蒙分泌。相反地，當你想着我還可以，我會改變，
給自己積極的信念時，我們的大腦會動員所有資源，把你的身體變成勝利者，擴張血管，讓心臟有力跳動，命令分泌男性荷爾蒙。從今天開始，請對着鏡子對自己說：我很健康，我很強壯，我依然是個男人。然後一個一個實踐我今天教你的這些小習慣。每天晚上喚醒身體最深處，好好吃對身體好的食物，用心照顧自己身體的所有過程，都是向你的大腦傳送我是珍惜和愛自己的人這個強力正面信號，不是一顆藥級的暫時性自信，而是用你的努力找回的真正自信，才是喚醒你男性功能最強力的最後一把鑰匙。這一點請絕對不要忘記。好，現在選擇權在你手中。你要從今天馬上丟掉年紀這個藉口，踏出讓身體復活的第一步嗎？還是要繼續迴避妻子的眼睛，在黑暗的夜晚嘆息度日？不要拖延，你的身體就在此刻等待着你明智的選擇。我向你保證，只要持之以恆實踐3週，你的身體一定會用驚人的變化回報你。那小小的成功經驗，會幫你找回所有失去的東西。衷心希望這個故事能成為點燃你人生的小小希望火種。如果你確信今天的內容會改變你餘生，請不要忘記按下喜歡，訂閱我的頻道，持續接收我的健康資訊。也請把這個視頻分享給你身邊珍貴的朋友們，讓難以啟齒的煩惱至少能幫助一個人解決。最後，如果你從今天開始下定決心，要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以堂堂正正的男人身份重生，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決心。今晚，我要重新成為男人。你們一個一個勇敢的宣言聚集起來，會給更多人帶來希望和勇氣。我衷心應援各位，無論年齡，直到最後一刻都能以健康、充滿自信的男性身份活着。我是各位的男性主治醫師李何仙。謝謝。好，到目前為止，我們學了疏通堵塞血管、吃好的食物、讓身體果汁工廠復活的物理方法。很多人光靠這個方法就會看到驚人效果，但有些人會這樣說：李醫師，我照你說的都做了，為什麼我還是沒有太大變化？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看更深層次，肉眼看不見的原因。如果你錯過今天這個故事，你可能只會停留在一半的成功。我現在要說的是，醫院絕對不會告訴你的，我們身體和心靈秘密連結的故事，讓你的全員乾涸的最後隱藏犯人，就是名為壓力的隱形殺手。前陣子有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來找我，他一輩子比任何人都注重健康管理，每天在健身房運動，營養品都挑世界上最貴的吃，但他卻為乾涸的射精問題深感苦惱。他幾乎像在吶喊一樣對我說：李醫師，到底是為什麼？我血管不可能堵塞，營養也不可能不足，那為什麼我的身體背叛我？我看着他銳利敏感的眼神，還有片刻不停抖腿的樣子，
直覺地知道了問題的核心所在。我問他：先生，你睡得好嗎？會不會一整天腦子裏都是生意上的擔心，揮之不去？他驚訝地看着我：李醫師，你怎麼知道？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一天好好睡過覺，總是緊張，總是要計劃下一步才安心。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由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這兩個系統組成。讓我打個簡單的比方，把我們的身體想象成一個國家，交感神經就像執行戰爭的國防部，遇到緊急狀況，也就是壓力時，這個國防部會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讓心臟快速跳動，提高血壓，緊繃肌肉，準備戰鬥或逃跑。這叫做戰或逃反應。那麼國家進入戰爭狀態會怎樣？當然，所有與國防無關的工廠都會關閉。現在要趕快製造子彈，哪有閒工夫做果汁？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果汁工廠，也就是精囊和前列腺的功能會暫時停止。生殖功能對生存來說不是當務之急。問題是像那位企業家一樣，生活在慢性壓力和緊張中的人，他們的身體就像一年365天都在打仗，國防部連一天都不休息，不斷響起警報，所以果汁工廠連重新開門的機會都沒有，永遠處於關閉狀態。再怎麼血液循環好，再怎麼有好材料，國家不允許工廠運轉，就做不出果汁。現在明白了嗎？如果你認真做了我今天教的運動，卻效果緩慢，你的身體很可能仍處於戰爭狀態。你的心靈把身體的門鎖緊緊關上了。那麼，如何停止這場無止境的戰爭，重新打開緊閉的工廠大門呢？需要去看昂貴的精神科嗎？還是要吃安眠藥？絕對不是。我現在要教你一個不用花1毛錢，只要5分鐘就能把身體從戰爭狀態轉換為和平狀態的奇蹟開關。這是我行醫數10年來從患者身上找到的最強力又安全的心靈治療法，就是下腹氣球呼吸法。這個呼吸法是強制關閉執行戰爭的交感神經開關，打開負責休息和恢復的副交感神經開關的最直接方法。副交感神經就像負責國家重建的部門，這個部門活化後，工廠才能重新運轉，消化才會好，才能進入深度睡眠。方法非常簡單，躺在床上，做完上一章學的骨盆抽吸運動後，採取最舒服的姿勢，一隻手放在胸口上，另一隻手輕輕放在肚臍下方的下腹部。第一，用鼻子慢慢深深地吸氣，這時候放在胸口的手幾乎不能動，只有放在下腹部的手要像吹氣球一樣，慢慢向天空鼓起，心裏數着1、2、3、4，想象新鮮空氣充滿肚子深處。第二，暫時憋氣，大約2秒，感受充滿的氣球快要爆炸前那種平靜的緊張感。第三，用嘴巴非常慢、非常長地呼氣，發出呼的聲音，感受下腹氣球的空氣完全排出，凹陷到背部貼地的程度。
這時候要比吸氣時長2倍，在心裏數到8，慢慢吐出。想象身體裏所有的緊張、擔心、壓力都像黑煙一樣隨着這口氣排出去。只要重複這個過程5分鐘就可以。一開始可能會覺得不習慣，但做幾次就會很熟練。這種深而慢的呼吸會向我們的大腦傳送現在安全了、戰爭結束了的強力信號，然後大腦會立刻關閉交感神經的警報，活化副交感神經，對全身下達放鬆的命令。緊繃的肌肉會放鬆，心跳會變慢，最後緊閉的果汁工廠大門也會慢慢重新打開。剛才提到的那位企業家患者，實踐這個呼吸法1個月後再來找我，之前那種銳利的樣子完全不見了，變得非常平靜柔和。他握着我的手說：李醫師，這是奇蹟。我一輩子只學會了為成功而戰，卻沒學會如何休息。這個呼吸法第一次送給我真正的休息。開始睡得深沉後，身體就變了。前幾天真的是幾年來第一次，我能在妻子面前抬頭挺胸。李醫師救的不是我的生意，而是我的人生。好。現在男性朋友們可以暫時捂住耳朵。接下來我要以同為女性、同為人妻的身份，向正在一起聽這個視頻，或者之後會為丈夫重新找來看的妻子們，提出誠懇的請求。因為重新填滿你丈夫乾涸泉源、重建崩塌自尊的最後鑰匙，其實不在身為醫生的我手中，而在你的手中，你的嘴唇上，你的眼神裏。當你發現丈夫身體有變化時，你是怎麼反應的？該不會說你最近怎麼了？是不是那裏有問題？這樣逼問吧？或者出於不捨，說沒關係，你年紀也大了。我都理解這種同情的話。我今天要斷言地說，這兩種反應都是刺進丈夫心臟的最毒的毒藥。逼問的話會把他的自尊心撕得粉碎，同情的話等於確認他作為男人已經結束了。你的丈夫已經對自己說了成百上千次，我完了。在地獄般的時光中煎熬，不要再往傷口上撒鹽。那該怎麼辦？成為最好治療師的妻子智慧，現在告訴你：第一，用對話代替沉默。丈夫先開口談這個問題，可能比摘星星還難。妻子必須先打開溫暖安全的對話空間。比如這樣說：老公，比起你身體的變化，我更害怕我們之間變得疏遠，更難過。不要一個人悶着，我們一起談談這個問題，一起解決吧。我永遠站在你這邊。你那溫暖的一句話，可能是打開丈夫緊閉心門的唯一鑰匙。第二，提議不強求結果的肌膚接觸。丈夫現在承受着必須展現結果的巨大壓力，為了讓他擺脫那種壓力，先提議不需要結果，光是過程本身就足夠愉快的肌膚接觸，互相按摩肩膀，一起泡澡的時間，或者只是躺在床上緊緊擁抱彼此，分享體溫。這種沒有壓力的身體接觸會減輕丈夫的不安，讓兩人的連結重新變得堅固。
我諮商過的一對夫妻的故事浮現在腦海，因為丈夫的問題，關係疏遠了很久。我小心翼翼地向妻子建議了這個方法。一開始妻子也覺得尷尬，但她鼓起勇氣對丈夫說：老公，我們今天睡覺只要互相擁抱就好。光是聽你的心跳聲我就很幸福。那天晚上，丈夫在妻子懷裡像孩子一樣大哭，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他誠實地展現自己的脆弱。隨着那些眼淚，阻隔他們的冰牆開始融化。令人驚訝的是，從那天起，丈夫的身體開始慢慢恢復。妻子的愛和支持是最好的治療藥。各位妻子們，請務必記住，你明智的支持和溫暖的體貼，會讓你的丈夫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強壯的男人。請成為丈夫最優秀的主治醫師。好，現在我們學了調理身體和心靈的根本治療法，但這時候一定會出現一種人，就是尋找簡單快速方法的人，容易被網路上或朋友間流傳的看似有道理的秘方吸引。從現在開始，我要以泌尿科醫師的身份，斷言警告你可能完全毀掉你剩餘男性功能的最危險的3個迷信。我接下來說，絕對不要做的事情，真的是為了你的健康，平常性命也要避開。第一個最危險的迷信，精液要省着用，精力才會好。這個錯覺，很多人以為精液是身體的精氣，射一次就流失很大的元氣，所以故意忍着不射精，或者迴避性行為。我今天以醫師身份明確告訴你，這是毀掉你前列腺的最糟糕習慣。積水會腐爛，同樣地，長時間沒有排出停滯的精液和前列腺液，可能成為引發前列腺內部發炎的原因。就像長期不清理的下水道，堆積污垢，發出惡臭，最後整條下水管都會堵塞。根據多項研究結果，一周射精2-3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疾病發病率明顯低於不這樣做的男性。健康的排出就像暢通堵塞的下水道，絕對不要省着用。第二個愚蠢的迷信，更強烈刺激的東西才是解決方案。這個錯覺，身體不像以前那樣反應，有人就想給更強的刺激來解決，所以使用未經驗證的器具，或者更深陷於色情內容。這就像鞭打疲憊倒下的馬，當下馬可能會站起來，但最終會讓那匹馬徹底死掉。過度刺激會讓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更遲鈍，對快感變得麻木，會變成一般刺激完全沒感覺的地步，而且會製造必須給這麼多刺激的新壓力，讓性愛的不安感更加擴大。解決方案不是更強的刺激，而是像之前學的下腹氣球呼吸法，放鬆身心，專注在每一個微小感覺的正念。第三個最常見的迷信，網路上賣的壯陽藥一顆就能解決。這個錯覺，被一夜奇蹟、皇帝秘藥之類華麗廣告詞語迷惑，輕率購買成分不明的藥的人太多了。我警告你，那些藥大部分不是覬覦你錢包的詐騙，就是威脅你健康的毒藥。
過量放入暫時擴張血管成分的藥，對高血壓患者可能引發心肌梗塞或中風等致命副作用，也可能含有嚴重損傷肝臟或腎臟的成分。我認識一位患者，吃了網路上買的藥後急性肝衰竭，被送進急診室。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那些華麗的廣告裏，而在你持之以恆的日常生活中。這一點請務必記住。謝謝你長時間聽到最後。你現在已經接受了填滿肝確全員幾乎所有秘訣的傳授，但還有一個拼圖，是完成所有這些努力效果的最後也最重要的秘密。如果沒有拼上這最後一塊拼圖，你的努力可能隨時會像紗布一樣崩塌。我今天要以醫師身份告訴你最重要的真相。在我們身體裏真正感受快感的地方，支配你男性功能的最終司令官，不是你的性器官，而是你兩耳之間的大腦。很多男性誤以為一定要有精液出來，而且量要多，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高潮。大錯特錯，那只是年輕時非常不成熟一時的快感而已。隨着年齡增長，我們身體的生理反應可能會逐漸遲鈍，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法則。但我們的大腦，根據我們如何訓練、如何使用，即使到100歲也能進化到感受更敏銳、更豐富、更深層的感覺。我今天教你的骨盆抽吸運動和呼吸法，就是核心所在。這些訓練不只是恢復身體功能的技術，這是讓你的大腦重新訓練。不是以結果為中心的快感，而是以過程為中心的快感。閉上眼睛，把你所有的神經集中在此刻正在接觸的那個感覺本身，不是硬度或射精量這種結果物，而是掠過的肌膚觸感、心臟的悸動，還有在與妻子的交流中綻放的溫暖情感。一個一個用大腦去感受的訓練，透過這個訓練，你會發現完全不同維度，比以前更深、更豐富、更持久的快感。年齡不是性能力的終點，反而可以成為進入年輕時不知道的更深、更成熟快感世界的新門。你最強力的性感帶就在你的頭上。請不要忘記，退休校長在去完朝聖之路後對我說：李醫師，以前我身體的變化讓我害怕得像世界末日，但現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終點，而是通知新開始的信號。和妻子手牽手一起走路，分享年輕時沒能好好交談的深刻對話。光是看彼此的眼神，就能讀懂心意。現在對我們來說，床笫之事不再是證明青春的考試，而是成為確認彼此靈魂最神聖的對話時間。好，現在選擇權在你手中。你要被過去的標準束縛，在挫折和自我厭惡中生活嗎？還是以今天為起點，開始成為更深刻、更成熟的男性、更溫柔的丈夫的新旅程？這不是找回失去的東西的戰鬥，這是發現更偉大事物的旅行。請今天馬上踏出那偉大旅行的第一步。你的身體、你的心靈，還有你的妻子，都在等待你勇敢的決斷。希望這個故事
能成為你人生終身希望的光。如果你深深感受到我今天的話，請在評論區留下，我今天開始新的旅行。你的那個宣言會成為奇蹟的開始。我是各位的男性主治醫師李何仙，謝謝。